面对开讲机器人 ChatGPT 诞生以后，伊的运用已经超出一般人，甚至是科学家的想象。当有一寡地区严格禁止的同时，但市区选伫儿童节进前，市长为条正式宣誓，顺应 AI 的时代 ，ChatGPT 无应该是敌人，而是引导学生正面学习的工具。台南将成为全国第一个开发教学模组的城市。很多学校都禁止学生使用 ChatGPT 来写论文、写报告。但是，与其把 ChatGPT 当作洪水猛兽，不如能够因势利导。所以说，我们特别台南市第一个，我们请教育局来这个拟定一些如何使用ChatGPT 帮助我们同学学习。能够把 ChatGPT 变成帮助学生学习的一股动力跟力量，而不是变成它是代替学生学习写报告。我们知道机器人需要学习的，需要通过不断的这个侦错、不断的这个对话来修正、来优化它的一个程式本身，内容本身。市长宣誓以后，教育局嘛具体表示，未来台南将持续透过资讯中心等单位，以及选定几间重点学校来共同研发，将 ChatGPT 或者是其他大型语言模型工具，来引导师生写作、英文、戏剧创作等等的练习，借此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，甚至提升囡仔思考判断的能力。台南新闻古文集何乔邦采访报道。